昨台北市內湖淹水真嚴重，今仔日市長蔣萬安來到現場來分慰問金啦。但是雖然是分錢啦，民眾非常的生氣，他們就扭曲，但問講啊，昨淹水的時陣，市長你人哪無佇的吼？所以針對這個情形，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游淑慧嘛講啊，這個公務局落實修令啦，啥物代誌動作攏有夠慢的，所以蔣萬安嘛再一次表示講，絕對愛做檢討啦。1號去到人道拜訪，昨晚落大雨，造成台北、大湖、南港等地區傳出嚴重淹水災。台北市長蔣萬安今日透早臨時加走行程，先去到大湖災防中心主持會期，隨後到現場勘測，煞拄到民眾佇咧抗議。大湖區公所雖然啟動應變機制，嘛派18台的抽水機，並正繳費北區支援13台抽水機。不過國民黨台北市議員認為，台北市公務局不是螺絲冷氣，是根本找不螺絲。公務局跟這個環保局就應該要先去清疏這些比較容易淹水的區域，還有各項的救災的機具的調度都應該提前到那個區域去 stand by， 而不是像昨天公務局長說的啊，機具的調度需要時間。我也要求公務局在未來整體調度上面，如果可以做得更好、更及時、快速，我們就用這一次來檢討。那我看到雨勢趨緩，即刻的排得很快。所以表示環保局他們確實定期都已經在清疏。蔣萬安答應會檢討，讓這片台北市發生嚴重造大水，嘛引發排水系統無夠的積期。包括在內湖時雨量就已經超過了100點，降雨也已經超過了台北市我們的排水的容受力。我們要將台北市整體降雨的容受力從78.8毫米提高到88.8毫米。強調是即賣排水系統無夠力，蔣萬安答應會加強系統，避免台北市民拄到淹水、土坑、冇力燒。